一间火锅店最近推出着胡椒猪肚火锅，用这个老鸡母甲猪大骨来控汤，然后放这个猪肚、胡椒甲花椒来浸，讲会当来温补除湿气。青菜、海产甲猪肚，搁淋这个控4点钟的汤，这出胡椒猪肚锅是带动一间火锅业者最近所推出的新料理。因为中部人爱食火锅，业者专工用古早味汤头搁淋白胡椒甲四川的青花椒做伙控。连火锅料冒来拎。全台湾各地呢，很有名的名店也是老店，很多都是70年以上的老店。那这几家老店呢，都是在食材上面呢，经营的非常非常久。另外，为了满足疫情伫厝食火锅的需要，业者嘛有推出冷冻的汤底，除了会使食火锅以外，还有附这个类似面变成猪肚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